新冠疫情过，日本的外国游客都加真多，甚至去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。所以日本政府就开始用漫画、anime 去推广二线、三线车市，希望这游客莫集中伫咧同一个所在，会当去各乡镇行打减消费。 行路顶悬世界当看到有名的漫画角色的雕像，佮有妖怪神社，游客拢较紧摕翕相机出来翕。主角鬼太郎和亚索阿婆甚至出现和游客挨杀子。To see all the characters on the street, it's a really cool way to see it and see the manga and its history. Everybody knows about like Tokyo and Kyoto, but I think that these smaller towns have been really cool to visit because you see more about like where people actually live and work and whatnot. 外国游客来遮拢是因为遮真有名，红叫做漫画王国的照书馆，除了鬼太郎的街仔路，遮嘛真清。 来到鸟取县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哦，就是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故乡。那么来到这里呢，还可以看到像是有故事当中阿笠博士的坐车，吸引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来朝圣。馆内展示作者的手稿真迹和互动体验，附近用故事的模型打造变做商店街，有咖啡厅、卖纪念品的店，载真大的相机来。根据统计，日本漫画圣地巡礼游客一年有310万人，会当造成4700亿日票的相机。亲像新来参观湘南的冠拿高手的边高岛。 瓜南剧场、板场景、北海道函馆的五连街、新闻少女的舞台、山形县银山温泉，拢成一大堆迷众来遮看。双丽关教扶持阁投入800万日票，长期关680万日票的预算，打造圣地巡礼计划。尤其疫情了后，外国游客大增加，引起过度旅游的问题。透过23线城市用漫画做焦点，配地方特色的好食物，会当帮助消透过度集中的游客。公司国际记者施树豪日本报道。